旧的我讲那个现在你先买，那个你先买的那高的没有那个水晶昨天洗澡前脑秒碎。没关系有啊，关掉了，再怎么修那个的那个，没事啊。很快，这是早安，哇，你们都好早。干嘛呢？你把那个一线，这个也要出来了。看，你在修啊？哦，你也过来呀？缺乏，对，这个，去找工作。在黄石那边，那个看病嘛，打针嘛，喂。谁啦？是谁啦？快点！哎呦，这样买拿麦克，去哪是你哦？拿麦克风直接负责。不是。那个脖子不对。有声音啊！对，就是你。最适合了。连那个巧克力那个巧克力的。巧克力是他们家的。啊，可乐。黑松。扣了。はい、皆さん、kakak. 安。Entah tu sekian kita. Nasuari macam kata kita, kita sekitar arah ternak kita. Naan anini anda rumiaf. Tu dikanga anu baru cocan dan petalat ni dan kalau kapat ni is ikini jika tu nika nga ai tu baru cocan kita nau hani tu nika pi himit nira tu tirang aja nira tu kaimer nira tirang nira hawi nan usapi sau nira pi nira ku tu tirang nira tu baru cocan kita kini kal tu nika patsak nira tapi kini yang tadi nita anini aku ni ari tu nika apalah ni sama kini cuci kayu. Kalau ayo kita kami tolong kita hau. Bisa sinano kita perlu cuaca kita. Hai, tolong kita. Tidak tahu macam cara kita kasihkan hawa mak. Mama auto nikah. Petala nunian kini kayu cang misu. Kini ka falah kiring misu kini cuci kayu mai. Apalah kami. Nawani. Anan misu. Kini kapatay, iniihka sa may Kasi miso to, raraw sa nunyam, ya perlu miso, ikiling nunyam punika. Pamaaw, araisan kami to, nika, hari miso. Kalau ayaw kami hawa may nanay masinano, kalau sa nunyam, ikini, alahaw mo, araisan kami. Papalusuan kami. Ayam kutirin niam yang saya kami nanti ni halanai nanai mahos misuku berkata saya tak ngai tangasa ini pak saku pilungut niam tinggi sama alasan kami kita kami makanya niam tinggi kata menolong Yesus Yesus Kristus am turun amin haleluya hai cuma punya hitam so jangan是，哈利路亚，阿门。
好，我们跟古法罗托伊迪尼巴布达离开萨拉卡代巴国也是第一次了哈，也是听完很久，经过了40年之后，终于在那个阿腰努瓦嘛。首先我们来念这个经文好了，你们若爱我，预备起。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4章15节。好，解释的部分就不用再解释了哈。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已经复活，换句话说，他的任务也完成。现在就是他所透过那个天父赐给我们这个圣灵，就是保惠师，就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也很感谢神。一念。好，先来唱第一首《玛莎拉尼瓦利》，从太阳出来之地，预备起。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赞美你。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赞美你，赞美主名，神的爱你要赞美，赞美主的生命，赞美主生命从今世直到永远，赞美主的生命。唱阿弥陀佛，萨拉芬尼瓦利，乌吉拉拉巴西文尼巴拉，乌伊哈嘎拉。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当赞美的，赞美主名，神的爱你要赞美，赞美主的生命。赞美主生命从今世直到永远，赞美主
生命。预备起。Unanu maori pai alu, nanu menita marifuas kita, kantu wahai nanu alu, masalah kai kulanu kawas, matu takawa ula, masalah kita nan, masalah aku ibuhan, masalah aku gerak. Unanu maori pai alu, nanu menita marifuas kita, kalau fahaya nanu alu, masalah kai kulanu kawas, matu takawa kula, masalah kita nan, masalah aku ibuhan, malah sawatu gerak. 哈利路亚。阿妹。好，你看后面那个大大加伊罗加伊罗兰莫法罗佐马古伊古拉奇桑。先唱华语的好了，好像华语的比较熟。我生命中的花，这我生命中，好，预备起。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 用我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好，我们唱反调的，看看。乌达拉达伊鲁哈鲁哈鲁佐，努马古米乌拉吉耶萨。 Ulungu harate, ulungu falutu, salutu de maku amimula。好，再一次，打大。Utadaka iluhan falutu, lumaku miula ciesa. Ulungu harate. Ulungu falutu, sarutu dengaku amimula. Maula ciesa, maula ciesa, ulungu ciesu kaulahan. Maula ciesa, maula ciesa. 好，反照的再唱一次。
山，马乌拉基耶山，无人看耶稣卡乌拉罕，马乌拉基耶山，马乌拉基耶山，无法落座阿古。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耶稣，谢谢你，愿意牺牲自己，承担所有的罪。主啊，我知道，当你离开我们的时候，是否恐惧、害怕、担忧？我们知道未来将有，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你在今天复活升天。主，我们要谢谢你，透过你，让我们更清楚自己。透过你，把我们罪都洗净，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谢谢你，在每一天赐给我们所有的。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你的富足，而是在你的爱当中，能够常常知足喜乐。主，谢谢你，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你。我知道，这些都是透过你，把留下的时间。是看顾保守听节目，常常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最后我们来唱这首《圣灵江》。预备起。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胜利情感只有运行着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灵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灵，我们爱你。好，再一次。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情爱只有一心着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灵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灵，我们爱你。请弟兄唱第一段。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灵情爱只有一心着你。请姊妹唱第一段。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灵，我们爱你。阿门。马来西
下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谢谢嘎巴继续带来这几首非常令我们感动的这些诗歌。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开场，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块很舒服的地方，就可以坐下来。如果你一直跟我一样，一直罚站到最后，我们非常欢迎。这边也可以坐哈。如果觉得这个地板那个草地还不够湿，我们就给它坐下去这样子。好，请问今天早上我们来这边做什么呢？敬拜主。我们要吵死人吗？复活。感谢上帝，所以跟我们边上的姐妹弟兄说：耶稣复活，赐你平安；耶稣复活，赐你平安；阿姨，耶稣复活，赐你平安；耶稣复活，赐你平我还没吧？耶稣复活，耶稣复活，赐你平安。搞不好不要一直这样，耶稣复活，赐你平安。耶稣复活，祝你平安。谢谢上帝。今天刚才搞爸执行手术了，等了40年，终于等到这一天，然后，好，3个礼拜，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有参与过那个陈文牧师在那个张楚国小举行的那一次，很久以前，我也忘记我几岁，那次就很刚刚做1个礼拜是按。跟在一些大人的后面这样子，说原来就很觉得很荣耀、很荣幸这个地方。当然那个附近的还是有很多的阿公阿嬤是保护嘛，每次我就这样坐下去。不过就是很高兴那天在那年在当天的那个清晨，我们看见很多的那个小一个就举着旗子，因为什么教会还有旗子，所以当时国小现在那个有个风雨操场有没有？现在不是有个新的风雨操场，那面墙，我就在那边做那个朝阳礼拜，所以复活不仅带给我们很大的能力、跟盼望、跟喜乐、跟平安，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动力，在那个耶稣复活的大名之下。我要请问各位，我们知道吗？在人类历史上，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它事实上带给我们很多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遇到的非常奇妙的事情。各位可以用我们有限的智慧可以想象得出来吗？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有哪几个、有几项，可以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个动力，或是盼望，或者说保障。有人就把这个复活、耶稣复活的事件，把它收集起来，提醒这些可以相信他或是还没有相信的人，对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有生命的7大保障。第一个保障是基督的复活向我们保证，是已经接纳了基督为我们的罪所献上的赎罪祭。其实刚才搞爸只是在祷告当中有提醒我们，因着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受死他所留的宝血，我们的罪就得洗净。第二个保证是什么呢？他说基督的复活向我们保证死后还有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不仅来这边吵死人，我们在今天早上也要提醒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死后有复活的生命，叫做永生。第三个复活向我们保证，基督现在就与我们同在。
请记得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最后一节的20节，好，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耶稣这么说，他都与我们同在。所以复活向我保证，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一直到将来，耶稣都一直与我们同在。第四个保证是复活向我保证，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支持者，叫耶稣。记得吗？罗马书8章34节前后啊，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使徒信经这样说，对不对？他做什么事情？每一天，你知道吗？他带领我们以先去的那个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祖父母辈、我们的亲戚朋友们，在那边敬拜之外，每一天都为我们祷告。他支持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来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保证。第五个，复活确保我们有必要的力量过神喜悦，或者说过神悦纳的生活。我们有这个得胜的力量，帮助我们在每一天，让我们愿意呼求他的名的时候。第六个，复活向我们保证，我们有一天会拥有新的身体。最近我还是有听到这个有谁跟大家分享，说是某某某，terus dia sekali tutup kampung saat acara kefak sit mako saat orang dia hawi saya perkatama tu ya piring mako saat 哎呦，而且是我们很敬爱尊敬的同工讲的话。哎呦，原来事后，可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向我们保证，我们有一天都会拥有新的身体，所以不用去在意那个方式是什么，这个方式是什么。第七个，复活向我们保证，基督他一定会再来，这是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保证。复活向我们保证，耶稣基督他必定再来，而且就快了。这句话当然等了2000年了，我们仍然要等候。所以亲爱的姊妹弟兄，我不太清楚我们在每一年的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概念？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无论是圣诞日、复活节，或是圣诞节，我们都不是在纪念2000年前那个耶稣基督的诞生啊，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也不是在纪念2000年前那个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是复活什么呢？而是我们庆祝复活的耶稣在今天就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所以基督新教就是我们所谓的改革宗教会，长老会就是改革中的一支，我们就把7天的头一天定为圣日，不是吗？这个圣日就是什么？就是复活耶稣复活升天的圣日，复活耶稣的生日一个主日，这么说。所以就在每一次的聚集礼拜当中，我们都好像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那个彼得跟约翰一样，他们跑进那个空坟墓去找耶稣，可是耶稣已经复活在每一天。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同工们，在我们心中，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个复活的耶稣的这个日子？我们已经有真正接受这位复活耶稣的生命了吗？还是说，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会相信，而且可以成就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如果我们在心中有说我愿意，不说主啊，真的是如此，我愿意领受你新的复活的生命，带来得胜的生活，在每一天的话，我真的相信，复活节这件事情就在现在，这才是值得庆祝。所以，当我们再次迎接复活的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也要再说我们自己，这个复活的耶稣有没有改变我们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的观念？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很多人以为相信耶稣了之后，黄信光弟兄是从此之后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很多人都相信这件事情，可是很不容易做到，对不对？必须每一天都要新的更新跟改变。谢谢嘎爸，只是带来最后一首带我们去唱这首《圣灵》江河这首诗歌，我们靠着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在每一天虽然很不容易，可是我们却愿意得到这样的改变。如果还没有这样的改变，我们恐怕还要再去想一想，我们也可能还没有经历到复活的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力量。这就是每一次在复活的时候，或是说每一个复活的清晨的主日的时候，都要去思想的事情。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以前呢，我服事的时候来到，就是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都知道那个从牧师馆到教会有一段距离，对不对？我们都要走那个张氏一路，从三光路走到三一路，走到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来服事，其实是一种很不太愿意。你有时候也会读告嘛，礼拜天，我妈安都，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一个我自己亲身的那个经历，但里面的人物有稍微调换一下。那个例子是，我就跟我们旁边的人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起来，不要去做礼拜，这样子，很辛苦，好想再多睡一会儿这样子。后来那个人就回应我说，不行。我就问说为什么？因为你是牧师。在复活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带领啊。因为那段期间，其实到教会很辛苦，那也很愁容哈。到了教会之后，都要假装很喜乐，因为是快到教会的大门口，马上就要变脸这样子哈，愁容到火热喜乐的心这样子。看到9弟兄就开始要点头这样子，握手。以后越来越发现这样服侍真的是不可以，自己都不喜乐，自己都不健康，自己没有那个复活是带来改变的新生命，怎么可以带领姐妹弟兄去朝见这位神呢？在每一个复活的清晨。后来在上一次有跟各位分享过，后来上就用好几次就狠狠的把我修理这样子，很大大的调整我自己，就狠狠的就磨塑我，修剪我。后来我就发现可以提醒我自己，在每一次复活的清晨的主日的时候，那个主日崇拜，求神帮助在我们当中都找一件让我觉得很喜悦的事情。当我会说，我在那个讲台上就向下看的时候，我就有些时候看小丽哥唱诗歌，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一看说，那个人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个人怎么会那个样子？这个姐妹弟兄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不一样了。原来做礼拜是一件很被期待的事情。下礼拜的时候还想看那个上礼拜那个脸会不会改变？什么是给 follow 做？有的时候刚也会打论嘛，因为是里面会忧伤，看到姐妹弟兄，就跟着忧伤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复活的清晨的主日是可以，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变。因为刚才有那个7大保证帮助我们，所以待会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区今年是商树教会50周年，一直在强调，教会不应该是独立于这个社区之外，我们必须要为这个3个社区传递祝福。谢谢搞爸之在提醒我们，44年好像我们很少为我们社区来祝福祷告，因为我们就社区的几间教会来祝福祷告这样子，求神帮助我们。待会我们总有4个选项要祷告，4个项目要祷告，第一次结束祷告的是那个向次祷告结束之后，我们就请我们的代理长老就预备心，为那个祝福三光社区成为一个守望相助、和睦相处的社区祝福祷告。
就请我们的代理长老。第二个，我们就请我们的男性的弟兄，我们请英杰长老就是祝福沙漠社区的每间教会都是健康、爱主、敬拜、分享主的教会。预备心的祷告，不仅是地的祷告。第三个项制是，我们请一位姐妹，我们请梅花长老，祝福三湾社区的每个基督徒家庭都是尊主为大、靠主得胜的家庭。第四个，我们请一个弟兄的代表，请黄星光弟兄。第四个选项，祝福我们自己是敬畏主、爱主、谦卑渴慕主，而且信靠主，天天受祝福得胜的基督徒，而且还有诚实对我们这种苦难的生命有怜悯的心的这种信仰。让我们在思想这些事情前，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我跟我的孩子说，将来我的告别礼拜就要唱这首诗歌。这个诗歌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了，非常激励我的诗歌，叫做“因他活着，神才爱子”，好吗？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神学意涵。神才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使灵复活，是我的自由，让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一起宣告说：因他活着，我们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神才爱子，我唱一遍吧，神才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使灵复活，是我的自由。满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再宣告来，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一起来站立，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哈利路亚！
第一个祷告，我们要祝福三光社区成为一个守望相助、和睦相处的社区。这一段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就请代长老、校务长老一起来结束的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喊三声哈利路亚，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的社区。主，为什么过去并没有相当重视我们的社区的互相跟我们社区的守望相助？我们面起来献上我们的培养，也再次来圣我们的过犯。主，我看见我们的教会现在三光社区当中这么多年的时日，主，我们求你在今天复活节早上的这个时刻，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三光社区是一个守望相助的社区。我们奉你的名祝福三光社区是一个和睦相处的社区。那么每一个人要守望相助，每一个人和睦相处，我们的社区大得平安，大得喜乐。主，我们彼此互相的尊重，我们没有主种族的问题，我们没有主这些的政治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之间人族之间隔阂的问题，我们在面前只有和平这件事情。谢谢耶稣，祝福我们，也祝福三光社区，我们敬拜你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感谢天父他们，阿弥阿达巴他们，给你感恩，我不当他们，你这样礼拜个每天还有你说我们你今天复活了，你今天复活了，你今天复活了，你不只是复活在这个世上，你也复活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更复活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也复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定卡卡的人，我们你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主耶稣，在这个早晨里面，在你跟你打量你的生活吗？马拉马达伊跟你好吗？谢谢你，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早晨，我们也将今天的时间，这个社区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樟树教会树立在这个地方50年了，好吗？我们若不是你看守这个地方，好吗？我们没有这么好的地方可以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好吗？更感谢我们的前辈，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地方，好吗？使我们可以安然的在这里来亲近你。耶稣，求你纪念我们的前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求主你也祝福这个社区继续的在这里来荣耀你，来成为你最好的、最美丽的地方，可以赞美你、来荣耀你的地方。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来看守我们，帮助我们继续为你做你的事情，好让我们子子孙孙都能够持续的来在这里来荣耀你。谢谢你，耶稣，我们将的祷告摆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第二个，我们祝福我们三位社区的每一间教会，有樟树教会，有锡安教会，有花东新村教会，以及三光天主堂，都是健康，都是爱主，都是敬拜分享主的教会。我们不看是哪个教派，我们只单单帮助我们去仰望耶稣基督那份渴慕的心，因此我们就超越这样的一个教派，超越这样的一个宗派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来祝福三湾社区的教会是健康的，是爱主的，是敬拜分享主的教会。这段结束祷告之后，我们请英姐长老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再一次喊3声哈利路亚，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上帝，我们在这奉耶稣的名来祝福在位在三位社区的世界教会。我们相信，不是这世界教会，还要有更多的教会相应在这里。每一个主啊，教会都是神所宝贝的，每间教会都是神所设立的，每间教会都是奉主的名所建造的。也就是我们要再次祝福三位社区的教会，或是我们长老会，或是我们自然教会，或是我们新的教会，来去协会生活天堂。现在主耶稣，我们只有一天教会叫基督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的社区的教会，都是爱主的。主啊，每天教会都愿意来爱你，每天教会都愿意来敬拜你，每天教会都是健康的，都是乐意来分享神的爱的，好让更多的人进到教会当中来聆听我们的话语，生命这样得更新，生命这样得改变，成为主你福音的器皿，继续在这社区当中来为你传达更美好的消息。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继续恩待我们的教会，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亲爱的天父上帝，因着你的复活，因着你的赏赐，让主耶稣基督牺牲的性命来代替我们世人。父神，在这时候，我们在这里庆祝主你的复活之时，更求主你继续来赏赐更多的恩典和慈爱在这个区域，好叫这个区域你所建立的教会，不光是西安，或是华东教会，或是闪光天主堂，以及我们樟树教会，更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灵继续运行在这世间教会当中，让这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委身成为神你所喜悦使用的器皿，好叫我们因着你的信仰，因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刚强，即便我们的社会动荡不安，父神，我们因着你的教导，因着你的话语，好叫我们更加的坚定，在神你的面前，用神你所教导的话语感动这个社区，让这个社区有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的改变。这一切都是神你所赏赐，神所你给予的，好叫我们世间教会能够更加的和睦，更加的愿意一起来将神你的福音传扬出去，甚至于发光发热在这个区域，让神你的话语感动各个来自各地的族群。我们不因着族群的隔阂，我们更要因着你透过神你的信仰，让我们合一，让我们成为神你所要大大使用的一个好工，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将主你的恩典继续传扬下去，不单单只到我们这一个世代，我们要传扬到主你再来之时。父神，谢谢你，更求主你继续保守这世间教会的牧者牧长，让他们更加的坚定在神你的面前，带领我们这些未信主的羊群，或是在主你面前还在飘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活身心灵都是合神你所喜悦的，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主耶稣基督你所喜悦的样式。谢谢主，这时候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摆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三个要祷告的项次是，我们祝福三湾社区每个基督徒的家庭都是尊主为大、靠主得胜的家庭。这一段结束祷告之后，我们请莲花长老来做祝福的祷告。我们再一次喊三声好利路亚，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奉耶稣的名来为我们在三个社区每一间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来祝福祷告。耶稣，你的馨香之气就浇灌下来；耶稣，你圣灵的馨香之气就充满下来。那每一间说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因着每一天一个复活的主，以馨香之气向他们来吹气，主每个家庭就再次和谐，每个家庭都愿意来尊主为大，每个家庭都愿意
设立祭坛，奉主的名，你先自己的浇灌下来。圣灵啊，恳求你天天来充满浇灌，在每一个基督徒家庭当中，使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不仅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让人看透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好的，主啊，这个在地上奉你的名所建造的这个最小的团队叫家庭，主啊，天天的得胜，天天得着神的荣耀，天天主啊都是喜乐的，每对夫妻都愿意彼此互相的扶持，亲子关系主啊就再次和谐，主啊父母亲愿意转归向儿女。转归向他的父母亲，甚至我们都一起来转归向天父上帝，让我们得着这个属天的主的宝座的家庭。谢谢耶稣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Mauripai atapang tini ikakarayanay. Lamikan siya ako kalutswa donini atapakan. 我们将这个社区全然的交托在主手中。我们特别是这个社区的每一个家庭，我们奶奶阿扎古卡子在那个的，我们把那爱阿米蒂尔一定的算难，saan kurung utsununiam, pakai ni itu i kararamur atau itu ni iwawa. Umapa na ay ito suara no miso. Saka wama milongot kami iti suanan. Turme amir wama. 用你的光来光照每一位弟兄姐妹。Pakai ni itu i suara no miso ku sakafana masasikat ku karoto iti ni iparot to norma. Pakai ni itu suara no miso ama atanak tako itu nunara iti ni suanan. Saka wama Pabaliin kami ku tatamanay asipana no miso. Pakai ni imama iwina amapana ami pararan tuwawa. Pakai ni itini wawa mapana amangulo itini imato asay. Usan hama kulungot itini kiswanan. Wamaaw na nay ataku kahatsay no kate. O maraliray patakato turon. O maraliray sikat itini kiswanan. Saan kulungot nunya mama. Pakarmasan hama ko kahatsay no kate itini isang kwangsachi. Pakai ni ikate ta marusiyang kun katatama ngangan numiso saan ko. Kansiano karoto wama. Haleluya, haleluya. Pakai ni anak ngangan Yesus Kristo amin toron. 最后，我们一起祝福我们自己，是一个敬畏上帝，是一个爱上帝，是一个谦卑渴慕耶稣、信靠耶稣、天天受祝福得胜的一个基督徒。那现在结束祷告，我们请迪路弟兄来做结束祷告。我们最后再一次来喊三声哈利路亚，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赞美你！我们要再次奉你的名来为我们自己来祝福祷告。耶稣，谢谢你拯救我们；耶稣，谢谢你又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耶稣，让我们可以来亲近你，让我们可以得着你的生命的每一天。我们为此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奉主的名来做祝福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主你的门徒，我们是一个渴慕耶稣的门徒。当你来主来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越来快跑跟随你的门徒。赞美你耶稣，让我们有一个谦卑怜悯的心，在每一天与你来同行的基督徒，帮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健康的，帮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主啊，每一天都因着你的爱的浇灌下来，使我们在爱心的真知识的判断力上面，每一天跟你的智慧一起来成长的基督徒。赞美你耶稣，也祝福我们是一个奉着名天天得胜的基督徒，无论遇到何事，无论是顺境或逆境，我们都要奉主的名来过刚强，是吧？仁爱谨守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每一天的基督徒，好让我们可以继续行在你的光中，好让我们继续行在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的上面，好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得着你是吧属天荣光的生命，好让我们也成天成为一个主人家羡慕的基督徒，在这个地上主的每一天，谢谢耶稣，愿你复活的能力继续浇灌下来，让我们成为主你的器皿来荣耀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此的仰望主耶稣。主啊，你的恩赐因着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做成功的礼拜。主啊，你的圣灵还有服侍的灵都在我们当中。
谢谢主耶稣，也要感谢主耶稣，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节，也是你的复活节。主啊，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成长，赐给我们回去的时候，做着不一样的见证，来到我们的家里，来到我们的工作岗位，无论是教会还是在社区的活动，主都能够因此来带动。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彼此的互相的影响，让我们的教会更能够茁壮。主啊，我们要谢谢你，简短的祷告，谢谢主耶稣的一次的带领。主啊，我们要实现你的恩赐，就带领着结束。谢谢主耶稣，祷告也是奉靠耶稣圣洁名求。Amen。最后，我们一起用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呢永不改变的帮助，因着我们愿意领受复活主盼望的能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好，我们再一次跟我们旁边的姐妹弟兄说：耶稣复活，赐你平安。耶稣复活，赐你平安。耶稣复活，赐你平安。复活，赐你平安。耶稣复活，赐你平安。耶稣复活，赐你平安。耶稣复活，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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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安。耶稣复活，现在我们时间是早上有一些的饿了后今天早上我有准备10颗的彩蛋，不过它不是那么容易取得的。有一些的名额请，我原本在想说，这个今天早上结束之后，我们应该要玩个游戏，叫做大地寻宝的游戏，雅杰拉。可是想想，这边很多的野狗，会不会被他们那个先行挖到了这样子啊？我想想这样不要好了，用谜语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刚才那个来的时候，我跟叶长老讲说，你们到底从哪个方向出来？他们从那边出来这样子我就跟他说，大胆说，太好了，觉得那个已经该是贴了有几张纸在路上。刚才从那边的人知道吗？走过来的。2个好，第一个来修这个问题。樟树教会复活节朝阳礼拜沿路总有贴有几张那个快到了这样的一个提醒的标志。好，还有没有答案？3张了，2张。赶快看手机。我们没有走那边，我们没有从那边。从那里来的。我们没有走，我们是从。都不是。几张？5张。恭喜叶长老5张。耶！这边3张，那边2张，就5张了。保险。我说沿路。沿路是你要看哪一条路啊？活蛋。还有9例。我们那个题目很多，然后可以用举手的方式。好，我们选一个比较容易的，可以吗？好，容易简单的。主耶稣在第几天复活升天？重来一次，来。细zap1、2、3。好，主耶稣在第几天复活升天？都有讲是已经哪一个？好简单哦。
简单而要。好，恭喜你！好，好，耶稣复活之后，等一等，好，耶稣复活之后，好，在什么村子里面向两个门徒显现？选项一，好，耶稣在复活之后，在什么村子？好，向两个门徒显现，好，四个字，好，四个字。第一个，以马三思。好，这个艾利克斯。第三个以马五斯。以马五斯。哦，三个手楼答对。好，自己拿一个。哦呵。好。好，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的人？把耶稣的身体安放在一个新的墓穴里面。好，有一个人，他是谁？好，他把耶稣的身体安放在新的墓穴里面。第一个约伯，第二个约翰，第三个约拿。好，举过的不要再举了哈。第四个约瑟。哦，好，约瑟自信拿一个破解彩蛋，还有7粒哈。好，都是生命的食物。不用举手的。对，要先讲先没有问题，我们不限规则。耶稣死的时候，好，圣殿的幔子从什么方向裂成2半？好，第一。上到下，2下到上，3左到右，4右到左，上到下。好，请拿一个五连彩蛋。拿。好。当耶稣复活之前，升天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这样说：好，什么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好，当耶稣要升天之前，好，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东西降临，什么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可以得着能力。第一个，圣父临到他们的身上，就必得着能力。第二个，圣子临到他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第三个，圣经，圣灵，好，你们只是进来一个默写彩蛋，圣灵临到他们身上就得着能力。还有5粒吗？只剩下4粒。7粒。好，剩7粒已经是剩下。好，耶稣与门徒一起吃的是什么的晚餐？预告犹大会出卖他。耶稣跟门徒一起吃的晚餐，是什么晚餐？会预告犹大会出卖他。第一个，复活节晚餐。不是。第二个，五旬节晚餐。不是。第三个，圣诞节的晚餐，更不是。第4个，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谁？我。逾越节。好，哪一个？我先讲。复活节快乐！还有几个？还有2个？还有3个。还有3个，我们还有机会哈。好，主耶稣复活之后。第几天被接升天的？好，主耶稣复活之后是第几天被接升天？1、20天；2、30天；3、3天；4、40天。哦，花钱，花钱。好，去拿破解彩蛋。自动的。好，哪里？还有2个对不对？给他们了。好，来，不行。好，
耶稣复活之后，是谁先跑到空坟墓啊？除了妇女之外，除了妇女之外，过来。主耶稣复活之后，是谁先跑到空坟墓？好，除了妇女之外，跑到那个坟地去查看，只剩下原先包裹耶稣的身体的细麻布。行吧？是谁？你的。你不能再讲了啦！哦，不能再讲了，是谁？没有人愿意呢。寄钱。哦，哎呀，是彼得，答对。选择一颗，还有2颗吗？还有1颗，最后1颗。好，耶稣复活之后，跟11位门徒约在什么地方来相见？他说：“你们到那个地方一定会见到我。”就在马太福音有记载，在路加福音有记载。好，耶稣复活之后，约定11个门徒在什么地方来相见？请答题。好，要用选项好了，这个有点难哈。第一个叫加有力，第二个叫新玛丽。新玛丽，舞蹈团的，对，新玛丽舞蹈团。第三个英盘内利，第4个加利利。谁？好，不要找他去拿。对哈，耶稣在复活之后跟他的11个门徒，就约定到加利利这个地方，他们就可以跟他相见。所以复活后的耶稣，我们都可以与他来相见。好，谢谢各位，今天早上的谜语完毕。我们可以带着高兴的心，没有拿到的好，不要难过，要那个据说教会还会分送给各位。有了，自己买自己煮了。表示他们都会答案。好，我们就互道平安，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欣赏，不是做任何的事情。平安。平安。谁要带我们做运动？今天，金牧师通风发作啊！我们请太极执事好不好？教练。放一些音乐就好了，放轻快的音乐，轻快的音乐。有没有一个音乐？轻快的音乐。不，他听到音乐他就可以那个了。有氧舞蹈。放音乐啊！还有音乐啊！没有音乐，那就1、2、3、4啦，跟我们一起跳。好了嘞，好了啦。有没有？来，有没有？知道这音乐，我们做体操了。来，站到。转动。左右摆动啊！哎，2、3、4、5、6、7、8，2、3、4、5、6、2、3、4、5、6、7、4、2、3、4、5、6、7、1、2、3、4、5、6、7、8，2、3、4、5、6、7、8，3、2、3、4、5、6、7、8，4、2、3、4、5、6，下摆，1、2、3、4、5、6、7、8，2、3、4、5、6、7、8，3、2、3、4、5、6、7、8。4、2、3、4、5、6、伸长，1，往上，1，往上拉，1、2，扭一下，2、3、4、5、6、7、8，2、3、4、5、6、7、8，3、2、3、4、5、
4、2、3、4，我要去转体，准备了，1、2、3、4，我要去2、3、4，我要往后，1、2、3、4，我要去。要扩胸，1、2、3、4，要前，把轻松讲了，不用力，1、2、3、4，我要起，3、2、3、4，我要4、2、3、4，误会了你。你误会人家在用那个用点的，不用转了。他那个脊椎受伤用点的。1、2、3、4，我6、7、8，1、2、3，我6、7、8，3、2、3、4，我6、7、8，4、2、3、4，我腰部运动转，1、2、3、4，我6、7、8，1、2、3、4，我6、7、8，3、2、3、4，我6、7、8，4、2、3、4，我膝关节。1、2、3、4，我6、7、8，1、2、3、4，我6、7、8，1、2、3、4，我6、7、8，4、2、3、4，我6踝关节，1、2、3、4，我6、7。1、2、3、4，我6换脚，3、2、3、4，你都没有运6、动。7、4、2、3、4，我6、7，调养哈，小硬的。配合那个音乐。没有了，没有了，好了，没有就算了。赶快准备。1、2、3、4，我6、7、8，1、2、3、4，我6、7、8，3、2、3、4，我6、7、8，4、2、3、4，我6、7，停，好了，好，深呼吸。结束。耶！谁要游泳的在那边滑动？很多鱼哦，大条的。对呀，这个不大，很多水是很轻的。平安，我要说平安。敬拜开始啊！大家请起立，大家请起立。那么大师，如果身体不舒服的，就坐着，没关系啊。先跟我们的左右邻居、我们主内弟兄说，让我们一起赞美，一起敬拜，大声呼喊我们的主耶稣。阿门。看着他的眼睛说。让我们来一起用力的赞美耶和华，对不对？
你承受你新的生命历程。是原来不变的我，他今天改变生活，意外的经历神的恩典世界。我曾有罪的生命，他在十字架赎回，这就是恩典，不是个人专属。他既然人人的救，不也有人承诺，这爱就是耶稣。是一个你也开始明白你生活路来，进入这所应许的生命旅程。是原来不会的我，他在你中间生活，意外的经历神的恩典世界。我这有罪的生命，他在十字架赎回，这就是恩典，不是个人专属。他既然人人的救，不也有人承认，这爱就是耶稣，爱是你开始，是一个你也开始，明白你生命突然进入这座灵气的生活旅程。是原来不配的我，他今天改变生活，意外的经历神的恩典世界。我这有罪的生命，他在十字架赎回，这就是恩典，不是个人专属。他击败了人的救，不也有人承认，这爱就是耶稣。主爱你我，基督你的爱是你。微笑的我，愿意为你照亮你，感受你的主耶稣爱你我，记录你的爱是你。微笑的我，愿意为你照亮你，感受你。耶稣爱你我，基督你他是你，微笑的我，愿意为你传扬你，歌颂你的主耶稣。爱你我，基督你的他是你，微笑的我，愿意为你传扬你，歌颂你。哈利路亚！知道主耶稣他是如此如此的爱。也许我们都知道主一直都在我们心里，但是常常我们都会有一种的想法，另外一些因素去影响到我们内心，该如何对主耶稣说：“我爱你，我需要你。”这是我们做得到的事。他为了我们牺牲他自己，拯救了我们，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生命，洁净了我们的心，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得着，太多太多。主啊，但是当有时候，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有时候怀疑主你的给我的爱，怀疑主你给我的力量，怀疑主你给我的爱，怀疑主你给我的医治。但是主啊，你却都没有这样子给我们爱，给我们医治，都给我们拯救，给我们惩罚，给我们就是在旁边的静静地看着我们是如何走进这个漩涡里。但是你却又把你的爱的大手，把我们从这个漩涡中拉起来，这就是我们在内心的挣扎。有时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可是我们却往往都把自己那瞬间的需要主的话，却是没有很大声的说我要你。这个就是我们一直都
希望主怎么都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让我们都知道你的大爱是无穷的。所以主啊，谢谢你，你用你的牺牲抛弃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魂都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的恩赐。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神，感谢你，以赛亚。相信
信，很多时候身体会渐渐的老去，身体会渐渐的老去以后，我们家里的亲友许多这样子，我们在上面前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也许他是很健康漂亮，可是下一秒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不同的人，对吧？我希望你这样子跟我们理解，我们要为我们这些有病痛、有困难、有工作上需要的、心理上需要的日子，我们都要为了这些的祈祷，求主来医治他们。让我们来同声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将你的恩赐在我们这里有很多需要的医治，真的，我相信他们心里都需要，是吧？求求你医治我们，施恩怜悯我们。按照我。
有善人平安所，是唯一对道路真理生命，无可选择，无可替代，无以真实。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用祷告，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在经历主你的国度，主这是你的主业，也让我们今天找到这个主的真正谢谢你，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准备，好，请坐。哈利路亚！是主，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仍然站立，唱这首诗歌，赞美我们的神。感谢主，你的慈爱和怜悯，因你的牺牲，使我们得救赎。谢谢耶稣，因你的复活，使我们得永生。
主，你胜过死亡的权势，这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在今天复活节的主日，求主再帮助我们，更帮助我们再次用主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灵苏醒，使我们回转向你，再次思想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数算主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帮助我们活出重生的生命，学习像你主耶稣你的生命，温柔谦卑，爱和怜悯。也求主眷顾那未能前来的弟兄姐妹，或有疾病的，或有工作在身，或在外地就学的孩子，求主看顾保守他们，赐给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有喜乐的心面对各样的处境，让我们同感一灵，一同敬拜我们永活的神。愿一切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候我们一起诵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地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同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翻开手边的圣经，在马可福音16章1到8节。马可福音16章1到8节。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令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1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当然，就非基督徒
来说，这个神迹通常是指向为叫奇迹。当然，我们相信这个神迹，是因为我们凭着我们相信，凭着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真实的从那个空坟墓当中复活虽然我没有在那个当下，在2000年前的那个清晨我没有跟我大拉的玛利亚，跟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跟那个沙罗米，跟启温的妇女，甚至当妇女们回头去告诉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彼得第一个冲进去里头，他们都我们并没有看见那个耶稣复活的一个样子。可是我们凭借着信心，就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神迹，我相信耶稣复活。可是这个几个弟兄，就非基督徒来说，就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来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荒谬的事情。Pak Oreb dia daripada sana Hawi pakai saat paslin jiesan atam tau soal sesanda bisa mengahai Quran duniaan demak saat mi surita namu bisa berjalan duniaan saat ke arah namu sesaka bukan sebuah duniaan saya kami paslin Oreb patai yes muas saat 这位弟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的非基督徒的，也许是我们的朋友，也许是我们的亲人，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件非常极其可笑的事情。它也是一个因为被非基督徒攻击了，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向他们辩驳，以至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就在今天，现在几个弟兄，就在我们的周遭。复活这件事情就被非基督徒人的朋友拿来攻击跟嘲笑的一件事情，也难怪现在几个弟兄，耶稣复活很少是成我们基督教拿来论述的行销的手法。就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周遭的，就是这个样子。Saya tidak pasal dah sering belum bawa saya masih pernah bersama kalau itu bahai wita minta ufiau minta yahai minta kalau wita minta serigaka luar dia dari pantai sana seperti ini sekarang sesudah belum beliau mengatakan paslin atau bang paslin biasa di sana hawi masa maaf neng nomita harau nomita kalau muat dia dari pantai hananai orep singgung kita 什么弟兄最信上帝信耶稣的我们对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怎么去看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在这么多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每一年我们的教会都会很努力的提醒姐妹弟兄说，耶稣经过那一段的是非常痛苦的受难的这个时刻，他甚至在天父上帝面前要求说：“天父啊，父啊，倘若可以，请你挪走这杯。”最终，耶稣还是顺服了天父上帝的心意，他的计划。说父啊，不要按着我的心意，而是按着你旨意来做。Kalau masa kita hakia saat orang meminta naik pantai luar, dia sering kata, umaan go sepasok ni minta show, punya luar dia naik pantai sana naik。我们凭什么？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或是什么样的一个论述，相信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今天经文很有趣，它分别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出现过这一段经文。少有的现象，四福音书全部都出现了。那个7天
天的头一天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第一天，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就在这一天的清晨。刚才有一些的同工，我们来到那个基督河底步道的那个水尾弯曲的地方，在那边做朝阳礼拜。我们想要去亲身去体会感受复活的清晨，耶稣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震撼？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亚当的母亲玛利亚以及撒罗米跟几位的妇女，他们实在是非常的难过，因为很害怕。他们不知道说那个坟墓那个时候怎么滚开。礼拜晚上的那个坟墓还是关起来的。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当兄弟来到台前的时候，你看安布那个坟墓的那个石头还放在那个地方，赶紧把它挪开，那不是空坟墓。弟兄，妇女们来到这个坟墓里头，怎么看都找不到耶稣。东找找，西找找，就在东找找、西找的过程当中，他们忽然就看见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少女，就盯着他们看，甚至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马太福音是这样告诉我们。路加福音是这样告诉我：你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你今天会干嘛我爱就是耶头，那个基列是干嘛是耶山？我爱就是我就是你巴代萨比亚，基辅多来个萨来阿布贝阿，个巴萨利个卡，我刚才要讲的这公司啥过。几位弟兄，他们不仅是惊吓，各位。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说那最后的一句话叫成了。他们也亲眼看见那个有钱人叫约瑟的人雇了人，我们还不敢去抬耶稣的尸体下来嘞。约瑟雇了人，就把耶稣的尸体就放在他愿意奉献一个空坟墓，那是他将来要被埋葬的地方，就愿意奉献这个空坟墓。把耶稣雇人将耶稣的抬到那空坟墓里，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把那个耶稣的尸体用那个细麻纱绑起来，放在那个坟墓当中，就把大石头放上去关起来。可是在今天早晨，这几位妇女看见，所以有人说：“你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吓一跳。不仅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圣经还提醒我们说：你们行行好，回去的时候去告诉彼得，去告诉这些门徒这件事情吧。耶稣已经复活，而且那个马太福音记载的比较清楚，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的时候记得告诉彼得他们、约翰他们说，请他们务必到加利利去，你们会在那边见到耶稣。这个弟兄怎么不会感到害怕呢？那还要在自己身上活动，伊拉不属于在一站岗的阿幺米啊，阿德，对了，我自己也是懂嘛。那还要在自己家附近盖因为。这个弟兄复活这件事情，对这些妇女来说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吓到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还要被提醒，回去要去告诉你的那些门徒。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吗？被人家拍肩膀之后吓死人的现象。然后然后特别让你到阿巴鲁这都是他的没。好，比在跟他爱我萨达古的哈萨利格卡，然后我的爱今天你看，我这在给他阿罗萨的有的，什么？这个的，特别让人这口子给他。
则在这里看。Mansa sa lima puluh, masuk. Kau ingat macamnya ada maksa。可是有意思的是，现在前面那些那个白衣少年跟他们去拜托他们，邀请他们说，回去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的门徒吧。他们受人之托又周人之事，必须要周人之事，对不对？就跑去告诉是在为耶稣死亡哀伤哭泣的门徒。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往下去读这段经文，非常的有趣。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读过吗？如果按照来到主日学的圣经的教材，6年一轮可以把圣经讲新旧约，至少会讲到2次，至少会遇到6次的耶稣复活的故事，跟周小这个。知道耶稣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好像你演过这一部是吧？1个小时后。因为门徒的反应怎么样？他们的反应就跟我们的反应一样，当然不相信，神怎么可以复活？各位有看过神复活的吗？有看过我们的阿嬷阿公、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亲朋好友，从那个复活节了，我们就奉主耶稣名说：“哎呀，那个芝麻开门，替你们从那个坟墓走出来的，有吗？”没有吧？门徒亲眼看到耶稣死了，断气了，人家们知道会来站在这个新的坟墓，当然不相信耶稣怎么不复活，而且妇女的话怎么信？怎么可以相信呢？我讲好多那个父亲干的没，马上。Ano melihat dia cuma kata kita, maka arung kita benai kita pasuklin, wilayah yang apirias to patay do. Jadi kita orang milau betul kita Pilipinas ada kata, benai kita pasuklin, ira kita pakai, ira kita pakai kita cerah, pilih saya cerah dia, now biasa benai kita pasuklin kita saling 姐妹弟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妇女太过情绪了，太过悲痛了，悲痛到他们所说的话，我们不太敢相信，因为太多情感、太多情绪在里面，我们还不能够去接受死亡这件事情。门徒也是如此。亲爱的姐妹弟兄，在那个年代，妇女的话是不值得相信的。在那个年代，妇女是男性的财产的。在那个年代，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在那个年代，妇女只可以传宗接代的。你生了孩子，你就有地位；没有孩子，你什么地位都没有。回头去看《撒母耳记》，就是如此。妇女的话怎么可信？是他们不相信的第二个。死人不会复活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就像刚才跟各位分享，因为我看过我的祖先们从坟墓爬出来的，即便再有权柄的牧师，知道今天还没有碰过。敢宣告说某某某，马上有请。胆就是做献活圣体，因为就是耶稣。我们没有看过祖先们从坟墓爬出来，门徒也是。千百年来，他们没有看过写律法的摩西。从他的自己的坟墓爬起来，走下山来，跟我们在一起。有趣的是，各位亲爱的弟兄，马可福音的作者
为了再一次证实复活这件事情是可信。这个经文的后面，他就把耶稣提出来，在他的笔述当中。另外一个福音书，这福音书叫路加福音的24章。早上有问那个去参加教会礼拜的弟兄，这个可以对不对？耶稣复活之后在什么村子，向他的门徒2个门徒显现？第一个以马三斯是吗？是吗？第二个埃利克斯是吗？3个叫以马五斯是吗？耶稣在以马五斯向2个门徒显现，让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更加要被证实。可是有意思的是，现在几个弟兄，当这2个门徒，一个叫格罗巴，第2个门徒，我去看路加福音第10章，就回去，他们还邀请耶稣说：“哎，你真是厉害，你应该这样讲解这些圣经。”我们忽然就明白，走啦，跟我们去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啊，我们一起在那边过夜，那边吃晚餐。请你把你刚才所说这句话从头再讲一遍，给我的朋友，给我们这些曾经跟随耶稣的门徒听吧。后来，耶稣就忽然见了对不对？这2个人跟彼得同梯的同学，同梯讲的话应该可信吧？路加福音呢提醒我们说，这2个人原本是愁容的心，可是被耶稣这么一讲解之后，跟耶稣这么一起行走之后，他们的心就变成火热，从愁容到火热的心。路加福音这样提醒我们。亲眼看见耶稣跟他们一起走路，他们亲眼看见耶稣一起跟他们讲话，我们亲眼听到耶稣讲解圣经的事情。同梯的话应该可以信吧？各位，感天公有让你消为。可是这群门徒，各位，按照他们的理性，死人的复活是不可能的。就看见这段经文，马可把妇女的不信，马可把门徒的不信，用3次的编排的手法来去描述。这个作者的目的，也许是圣灵感动最大的目的。耶稣复活，按人的理性来说是不能接受。Maka tupatai ia keluar dari mata selingkuh ulung pasipana pasipala di Maluku di kanan. Sebelum itu, simak hakia perbuatan yang dilakukan misalnya. Mana air kita ambil ayam dia terpaksa dikatakan. Sekarang saya pasok di Sandra. Lupa tu naik partai sekitar 30. 耶稣复活，按人理性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门徒的不相信是在前面带领敬拜的弟兄也是这么说，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各位？除了一部分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那些看过的人的见证之外，前几个弟兄求的帮助我们，透过神的话，凭信心接受。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欧三无法回答各位。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亲自问耶稣。我问耶稣，真让我们痛苦的要命，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找答案。世界当中，你居然没有
放出任何一点的蛛丝马迹，这样我们可以看见了就相信。那个安妮老师可以看一下那个招他长老他身体不舒服的样子，谢谢。这个弟兄透过信息来去接受见证人的见证是相信耶稣复活的过程。这是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首先就是我们在个阿拉鲁米达，如果是在巴丹，你看伊拉，马上不说你放在阿的主他，马比南比丹南。Di bawah saya aku berikan yes urai ciranan aku di akhir saat. Kemudian itu saya ngomong awal itu tidak Allah malah ay ataan kita. Mana nu berasal? Waktu pasok lagi kita sau ni, pakol kita panggil hak tu ya. pasok lino tahu kos kami。刚才我们不都是在诵读那个使徒信息，再次告白我们的信仰吗？对不对？不是吗？从台上都大部分的兄弟听到，从台上听到大部分都是中文的。最后的第二句是这么说：我信身体的复活。最后一句就说：我信永生。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出世不是凭借人的，虽然他是从人，他是从他母亲娘胎当中生出来的，可是这个使徒信心告白我们的信仰说，我们也承认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因圣灵感孕所生下的，不是吗？那所以kita sering kata pasal kita isau ni biketun kasih ku minta pasok ni kita uli awawan kapal si yes hal dengan awawan kapal si yes hawi bahkan ni to fangsa adingo ta si berapa ci lim sedar Maria aku pesen cingra tak kal saat。因为我们相信，在信心当中，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疑惑、所有的不了解，就概括承受、领受下来，相信下来。因为我在信心当中，确确实实认同这个使徒信经所告白的信仰，我们相信圣经当中所说的一切话。这是一个过程，亲爱的姐妹弟兄，就是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透过耶稣宽恕门徒的不信，他透过他自己的显现，说服门徒他的复活。最后还吩咐他的门徒说，要照着耶稣的话去做见证，不是吗？如果我们去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是从16章。一直第一节一直读到在10来节左右，一直读到13节，大概第10节左右，第8节、第10节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听这些话，我们照着耶稣的话去做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才能够再次调给我们的祝福跟帮助。因为这个帮助很大的部分，可以让做一个轻松我们，不只相信耶稣复活是神迹，而且帮助我们确确实实这位独生爱子，他已经为你跟我牺牲他自己的性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当中从死人中复活，
而且升天，降在阴间升天，坐在全能父上面。天天在那个施恩宝座前为你我来祷告，他天天就带着这群已经离开我们、先去了我们的父母亲、祖父母辈、我们的亲友们，在那个地方敬拜上帝之外，也支持我们，为我们每天祷告。这些事情凭借人的见证、人的言论、圣经的这些的人物、这些作者、这些笔触所留下来的这个证据，遇到今天，我们这样相信。那在地上，事实上有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做验证，好像兄弟个人在民族的启蒙的路上非常欣赏一个人，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这个人，知不知道这个人？他是目前还活着，他的遗孀叫做叶菊兰，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人？他的先生叫做郑南荣。在1989年的4月7号，他因为为了争取言论自由，把宪法当中的第100条的言论自由，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他自焚在他的办公室上面，在那个清晨。那个时候的台北市的刑事院应该还是叫做侯友宜，现在新北市副市长。因为他的办公室到那个新安南路附近的办公室，靠近立法院的办公室，要去拘捕他。可是他去告诉人们说，你们可以抓到我的身体，可是抓不到我的人。当然，兄弟不鼓励各位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换取这么大的牺牲。可是的的确确在台湾的言论上面，就从他开始。我们有适度的开放，在1989年之后，那个时候兄弟还记得兄弟还在马祖当兵，也听到了我不知道第几任的总统蒋经国先生就愿意开放台湾社会的某种的程度的一个限制。而且，民进党政府在去年2017年4月7日，把这一天定作言论自由日。因为透过这个人，他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台湾更大的言论的自由。我们自不自由，事实上用另外一件事情来做相比较。也在去年2017年。有一个叫无国界的政府无国界的组织，有一个人叫做姓李的一位人士到大陆去做一个演讲，就被拘捕，到今天都没有被放出来。他的妻子据说到今年就是这个时候要飞到大陆要去见他的先生，因为对岸其实还开放自言论自由。就是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现在几个弟兄，郑南荣先生可以为了言论自由的议题赔上自己的性命。Kita patay sila sa 50 o dia pinira. Nanay mga ay ko gusto minta saya kita katalau ano bikat mapasadak nila masamaman kadi ngay gusto asura o marapet kita. Pakai itu dia agak pinapalak dia nila sa ilaga malahci o dia ademak上马里面，所以这些名嘴天天在电视上面骂我们的总统，骂我们的政府，我们根本就没有事情。我们换个方式去思想一下，让我尝试把郑南榕先生为了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换位成我们基督徒对基督的信仰。是不是
们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天国的国民的这件事情而为耶稣来奋战？我们是不是为了自己是天国的国民的这件事情，把我们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那么不弄，伊拉都还要等辛苦不当。Bahkan ni umi pilihan kapan kita sariakan malawawa ningra kita. Di pasoling raciesan hai tanah sai mati ni. Kira bagi nak licin kita hau. Bahkan di pasok ni kita ciesan, cies kitoan. Al masih memang tahu apa hal ada kita masih memang tahu memang tahu hai masih memang karya tahu hai saya kita apa sahaja. Maore to cie dai patai sananai angi aswa hau.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吗？既然你跟我都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有为上帝奋战过，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生命置度外。请问弟兄们，每年一度的受难节国节，不清楚，还是我们阿美族比较被动？我们有为我们的主禁食过一餐了吗？Pasal rendah hanya bisa luar kita saat hau的。我们有发过一张传单了吗？我们和谁分享过耶稣的死跟复活的故事了吗？这位弟兄真的鼓励我们，既然是复活节，我们就一起被激励。复活的耶稣，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盼望的，他是带来平安跟喜乐的。我们很真实的告诉人们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祝他平安。如果这个人愿意接受我们的祝福祷告，我们就为他祝福。如果这个人愿意接受我们手上的那个彩蛋，今天当然我们说回去之后，童工就在昨天晚上已经制作了大概140颗左右的这个复活节的彩蛋。我们就拿这个彩蛋，不是我们自己吃了，而是拿给我们家人，我们相信的耶稣的家人，拿给我们的邻舍，拿给我们的我们的朋友，告诉他耶稣复活可以赐他平安这件事情，告诉他耶稣复活确实是我们现在当中很大的见证，它不是一个玩笑话，它不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它的确是发生在这个历史的事件上面。因为这个耶稣是曾经是历史的耶稣，又是一个复活的基督。我等到耶稣，当然，我搞我还是这个谁在搞？就是帮助我们，这个鼓励姐妹弟兄。复活节的这一天，我们认真做好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不是只在于吃喝，而是在乎上帝的全能这件事情。请将耶稣复活的消息的真实告诉我们周遭的人吧。兄弟鼓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做，让我们有勇气来做，让我们不害怕的来做。这么做会改变我们对耶稣复活我们过去那个旧的想法。耶稣会有他复活的大能加添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勇敢的去说，帮助我们去做最美好的见证，告诉人们说耶稣复活是人平安。重新再强调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理性当中，耶稣复活是难以置信，
很难解释清楚。所以个早了我也该下国人，我这个把它直接是个不龙，所以个早了我。是否可以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当圣灵赐给我们新生命，已经叫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大胆来言说，大胆来告诉人们，即使欧森，即使兄弟在这个地方再三强调，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真的，是有人见证的，是千百年来一直传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很可能在我们中间，原来对耶稣的复活的信息还不是很坚强。兄弟真的相信，不是的，为什么我不是？是耶稣吩咐我们去为他做见证。请各位翻开一处经文，在前几天，我们自己在灵修的时候，上帝给兄弟给我们夫妻两个很大的提醒。他在出埃及记14章。他在13节一直要读到第15节。出埃及是kasadakan sempat bersafar Jepang, itu bersafar karena saat lima bersafar usia sebentar。出埃及记14章13到15节是，我兄弟跟嘉玲在前几天在灵修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当头棒喝。13节，因为兄弟拿的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兄弟就用现代中译本的翻译来读给各位听。出埃及记14章13节，摩西回答：不要怕，要站稳。今天你们要看见上主怎样救你们，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上主要为你们作战，你们只要镇定。15节，上主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姊妹弟兄，这边让我们读到说，吩咐我们往前走就对了，说就对了，做就对了，不用害怕什么，说就对了，做就是了。求你真的鼓励我们。也许过去这20年的基督徒，我没有向人家传说过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今早晨兄弟鼓励我，他们愿意说耶稣复活的事件的时候，耶稣的能力不在我身上。求求帮助，把我们眼睛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为耶稣做复活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大家就是会众唱的诗歌。因他活着，我们歌唱。我们就从因他活着来唱，唱到我们的歌唱之。亲爱的姐妹弟兄，因他活着这件事是确实发生过的。因他活着这件事情确实带来我们信仰很大的帮助。因他活着这件事情，甚至是兄弟将来在告别礼拜的时候，兄弟提醒我的孩子说，一定要唱这首诗歌。因为耶稣已经活着，为我跟为我。他活着。
活的耶稣带来给我们盼望，复活的耶稣带来大能力，复活的耶稣带来平安，复活的耶稣带来喜乐，复活的耶稣不要一直将我们困在那个难处的里面，复活的耶稣期待也乐意我们走出那个困境，他期待我们透过他的给我们的智慧，透过他们给我们的能力，带出那个大的盼望，带我们走出那个死荫的幽谷。即使我们仍然处在那个死荫的幽谷当中，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呢陪伴我们，直到我们可以胜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复活盼望的耶稣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所以不知道我们目前还有什么样的难处，每一回站到台阶上来，看到姐妹弟兄在唱诗的那种愁容，并不喜乐，并没有被这个诗歌打动了，兄弟心中有很大的痛苦。上帝到底你给这个弟兄，你为这个姐妹带来什么样的难处？我不知道，可是你知道，神你亲自会带领他。每一次在台上看姐妹弟兄的脸色，都是这样祝福的。神你亲自引领他的生命，神你亲自解决了难处，神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死亡都不能够胜过你。耶稣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不要再已经一直处在那个悲伤痛苦里面，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这个弟兄，今天早上真的鼓励我们，一起活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样式。所以真的是有盼望的经历。一起来开声祷告，我要背他的歌，现在主上帝，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做你的门徒，不管是男是女性，甚至彼得，主我们都会有错误，都会有失败的时候。主我们想想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子，可是主你对我们这些失败、灰心、害怕，甚至有些时候什么都不敢讲，甚至就这种门徒要抛弃你的、逃走的门徒一样。可是主的话却跟我们说，你们要去加利利，可以跟我来相聚，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我，在那里你们可以把这样的好消息传到世界的地极去。是的，耶稣既然已经吩咐我们，主我们就做就是了，我们说就对了。我们并能够在那个地方见到你的容面，这是耶稣基督你福音的站起头，就这样的结束，这是代表复活的主的恩典，胜过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失败。就现在复活的主上帝啊，你有得胜的大能，你使我们相信，有了你生命的人也能胜过死亡的权柄。当死临到的时候，我们再也不惧怕，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你复活的生命。主上帝啊，你的话语不但带领我们胜过死亡，也带领我们胜过这世上一切的苦难。我们可以靠着你去面对任何的艰难，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主，你的复活带给我们不至于绝望。主，我们虽然经过各种的患难痛苦，我们也不至于被击倒，是因为当主你与我们同在，是因为当这些的苦难、这些的艰难这些的恶者从一条路上来勾引我们的时候，当我放出灯明来宣告，你必击溃他们，他们必从7条路来退去。主，这是你的应许，让我们不至于绝望，因为患难只是要带领我们去经历忍耐，因为忍耐会带来老练，只有带我们到成熟的地步。主耶稣啊，就因为你复活了，我们就有不至于羞耻的盼望，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的显现。主上帝，求你在今天让我们得到你复活的新生命，使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使我们真实的经历你并且见证你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你也活着。主啊，那复活的生命，主啊，你给我们这个渴慕，我们要让它旧的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在我们的一举一动就真的有新生的样式。主上帝，主耶稣，我相信你会复活，要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我们重新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做你国度的器皿。主上帝啊，我们也求你复活的大能复兴在我们的教会，复兴在姐妹弟兄的家庭，复兴在姐妹弟兄个人生命的当中，使教会、使家庭、使我们个人因你的大能，我们真的愿意主要传有能力的福音，也接受你经历复活主的新生命。主上帝复兴我们，更新我们，并且帮助我们在每一天
我们每位姐妹弟兄都可以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也跟复活的主来同行，去接力你无限的大能。谢谢你听我们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我们一起来奉献。谢谢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把这块石头挪开，恳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思想思考神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去体贴圣灵的事，不再去体贴这个肉体。肉体是妈妈帮我爱的国际妈妈，她多不让拥有，她多妈妈我应的妈妈，她多不她比还比保护着我一样。妈妈我们都是不然的。那我爱你，妈妈我给你帮助，你两个人爸爸的，妈妈我爱你必须给你帮助。谢谢你看到我，你看一下，妈妈我你说继续给我这个带动听听好吗？来，妈妈我人家会看到你说，不然真妈妈我你说继续给，我这个带我你说啊听听，那来爸爸看们，你说不看听。Nusan kata rumahku, atau kulit nusan kata rumahku, atau pakaian nusan kata rumahku. Haleluya, sanggup dikhansya, maka ini anak bunga lalu isukinya sebetulnya. Amin. Amin. 这时候，请会众翻开我们手边的周报。我们看一下下周4月8号主日侍奉。
下周是和堂礼拜，早上9点半到12点，讲到的是刘阿春牧师，司礼是詹继贤执事，司献曾明妹、林清朗，招待是妇女团契，敬拜赞美司贴竹、司琴陈嘉玲、投影陈凤美、音控温泰喜，插花教会子州长老是高顺美长老。那儿童主日学适逢清明节连续假期，所以一同参与礼拜在教会的主堂。那个团契的聚会，4月7号，还有耶利米，以及4月4号星期3的家庭礼拜，4月6号星期5的祈祷会，都是否清明节连续假期暂停聚会1次。那周3家庭礼拜安排表，那如果有调动的，请告知办公室。看旁边的奉献报告，3月25日的各项奉献合计是32386元。那以下，明细有错误的，请向我们执事团反映。请再翻开后面的教会消息。欢迎主日兄姐参与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到的家人，我们欢迎你。好吗？我们开场，向神感谢。好，第一点，今天4月1号复活节感恩礼拜，那主耶稣已经胜过罪和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愿复活的主将完全的平安喜乐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本会制作了复活彩蛋，请兄姐在主日会后一人带一份回去。那下周主日4月8号回堂为本会的建堂奉献主日，请兄姐预备心。4月4号的家拜，还有4月6号的祈祷会，我们连续假期暂停聚会1次。那也祝兄姐出入平安，返乡愉快。小会报告，本会征求干事1名，只要愿意学习，欢迎来应征。有意者请向高顺美长老登记报名。那4到6月的施工表已经完成，那有需要的同工也自招待处领取。家庭礼拜服侍者有调动的，请同工注意自己的服侍。如果有问题，请向办公室调整。那待会我们会庆祝1到3月的寿星，愿神祝福。交接消息，新美中会传道部将举行法人与财务研习会，讲师是赖昭荣长老，时间在4月14日的星期6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地点在健康教会。报名即日起至4月8号为止。那欢迎长职同工前往参与受装备。欲报名者请向高顺美长老报名。那具体消息，会教会2018年、2019年目标拥抱新信心及本教会设教50年纪念，将举行荣耀的50喜年各项庆祝活动，请兄姐代表关心。第二点，也请为准备国中会考的有真心、王乔恩、黄佩文、文佳英，还有高中职考的陈凯丁、高一玲、刘培恩、郑雅轩、陈家凯，我们一起来为这些预备考试的孩子们代祷，求神带领考生在预备时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平静安稳的心。也请为年长者、肢体软弱者提名代祷。住院的有杨金福，休养的是周月霞、詹荣昌、林丰生、李妹、许清宝、张一半、张长某、郑丰荣、柯秀妹、李金英、陈玉妹、苏建荣、洪德正、洪美妹、曾彪妹，也请为他们代祷求主，坚固信心，有力量胜过难处。下面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9节。那下面是读经和灵修的进度表。这4月份已经进入到箴言的部分，箴言的书卷。我们一起按着进度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颂荣，会众请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感动，才愿意在同复活主耶稣同行，并且为他努力做美好的见证，归荣给他的姐妹弟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kita yang masyarakat现在就开始了手绘会号，我们是1个人600块，然后5月份其实有名单，看到这个打包可以说手绘会，那个会费是600块是另外号，然后大家kami ini现在有只有到宜兰，还有那个泡水的。煮鸡蛋，还有酒厂，还有南瓜园、沙拉曼，还有很多人的沙拉曼所做都可以，因为我还没有决定做，我们的时间怕是不够，一直有的，而且还有沙拉曼这个这个
遇到弟兄姐妹萨克达拉卡布安努萨很高明，一个人要那个送礼，除了送礼以外，一个人是要800块，一到送礼还是要缴300块，因为这个报名费是要给他做啥咪做目的在马上都有门票的那些，还是要缴300块。然后那个会费是另外的，这个300块是300是另外，那个不可分啦。过了这个就是5月5号，礼拜6时间，然后我们到下个月5号就快到了哈。然后你到送年还是快点缴会费，一个人缴300还是要缴。sekarang disuruh一定要缴哦。Anak itu bukan nasi dalam rumah saya. Di sana mana kita, 因为di sekitar itu是野外道路，也不是办法了。Berani mah kita di rumah kita, terserah pengai minum tu para nikau macam mana. Sampai ke sini, teman minum tu macam mana. Mati ni pas kita, anak kita semua sama saya, bisa. 然后好，很好啊，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那个寿星的名单打上来，对吗？那个寿星的名单，1月份我们的号，当然我们还有15号，吴金英、周月霞、曾继贤、范晓明、范义忠、文泰喜、杨丰源、黄希光、邓蒙恩、陈玉妹、林金德、曾美花、林嘉欣、林安利、陈凯丁、林肯、郑雅轩、布文、林尚恩。好，2月份的严婉婷、汪金代、林秋妹、罗万福、范福华、陈安妮、张慧娟、曾云妹、胡淑珍、吴春生、刘培林、庄清文、林慧珍、陈永全。好，你们有3月份吗？3月份的寿星有苏树明、张慧茹、曾林慧。这个美芝是何美芝吗？黄佩文。好，以上如果我们打电话，如果点到你的名字的，请到台前来。可不可以？如果有老弟兄老姐妹，后面准备那个黄色的椅子放到前面好吗？好，还有51到3月的，刚才有没有唱到名的，请举手。什么？那个马上走吗？好，刘子瑜。还有谁？好，你们打一个哎呀，好的，打哎呦好。1到3月的寿星，请到台前来。好，刚刚1到3月的寿星们，请接受姐妹弟兄的祝福。那个英贤长老，可不可以准备几张红椅子给那个老弟兄老姐妹来坐，好不好？谢谢。至少2个，那个徐淑莲叔叔跟陈玉长老。好，苏瑞，你也是吗？苏瑞，太好了，好，代替阿嬷，好。岳佳姐，抢先。据说有另外一首那个生
给我们分享。